第三屆全球司鐸避靜活動喺羅馬舉行。尼日利亞綁架司鐸嘅匪徒尚未同教區接觸。中國四川南涌教區耶穌聖心修女會喜添新血。歡迎收睇鹽月光電視教會透視節目，我係梁樂燕 Rodney， 我係陳樹剛 Billy。Billy 啊，第三屆全球司鐸避靜活動咧喺6月12日喺羅馬舉行。今次避靜活動係由天主教國際神恩復興運動籌辦嘅噃。係啊 ，Rodney。而教宗方濟各亦都喺聖若望拉特朗大殿接見咗參加咗第三屆全球司鐸避靜活動嘅人士㗎。教會之美、合一、慈悲，同一日慶祝復活節。亞洲前途遠大係教宗講話中嘅一啲關鍵詞。教宗喺默想講道中表示，討論、坦率同埋對話賦予咗教會生命力。缺少討論嘅教會係死亡嘅教會，冇人喺墓地裏頭討論問題㗎。教宗然後再次講到女性喺教會內嘅重要性。佢幽默咁回應某一啲人可能會有啲怨言咁話，瑪利亞比宗徒們更加重要。教會內嘅女性天賦係一種恩寵，因為教會係女性㗎，教會係基督嘅新娘，教會係天主神聖信徒子民嘅母親。在場嘅各位女性係教會同埋聖母瑪利亞嘅肖像同模樣。教宗繼續話：我坦誠咁告訴你們，一位本堂神父如果唔俾未婚媽媽同埋離婚再婚父親嘅新生兒受洗，呢個會令到我十分難過。佢哋冇權咁樣做。聖洗聖事唔應該被拒絕。如果發生呢一啲事，就表示呢一啲司鐸嘅心係官僚㗎，墨守成規。為此，教宗勉勵司鐸們，始終讓人感受到教會係母親。此外，教宗仲提到伊斯蘭國恐怖分子將嗰一個飛行員活活燒死嘅事件。佢話：當嗰個可憐嘅飛行員活活燒死，或者投入去籠裏邊嘅時候，我哋唔好感到對違反正義嘅事情而喺心中產生憤怒，因為我哋喺歷史上亦都做過同樣嘅事。我哋曾經傷害過慈母聖教會。我哋應該喺良心上為我哋家庭嘅歷史，為我哋每一次以天主之名濫殺嘅罪行請求寬恕。隨後，教宗再次提醒司鐸唔好貪戀錢財，要認清同避免製造階級鬥爭嘅意識形態，要為福音作見證。教宗話：耶穌宣講咗真福八端，你哋就要宣講福音，同窮人喺埋一齊。天主嘅信徒子民永遠唔會原諒一位貪戀錢財或者唔善待子民嘅司鐸。教宗特別指出，你哋唔可以忘記魔鬼係從口袋，就係從嗰度入去㗎。你哋一旦開始咗貪財，虛榮就會隨之而來。喺講到亞洲嘅時候，教宗話：亞洲對我而言係教會最大嘅指望，因此喺前兩次嘅樞機之議會中，我躍升咗幾位亞洲樞機，為使佢哋成為所有亞洲教會喺羅馬教會中嘅見證人。教宗仲強調，印度係一筆無與倫比嘅財富。克拉拉邦繼續係孕育眾多聖召嘅地方。教宗最後表示，西方正係走導致惡化同埋頹敗嘅相對主義、自私自利同埋消費主義嘅道路。亞洲卻有住精神嘅儲備。與司鐸們結束默想之後，教宗宣布各教會喺同一日慶祝復活節係有可能㗎。呢個係有利於教會嘅合一。教宗仲宣布佢將於今年11月前往非洲訪問中非共和國同埋烏干達，但係會唔會訪問肯尼亞仲係評估當中。6月12日下午，教宗方濟各喺聖若望拉特朗大殿與神恩復興運動嘅司鐸會晤之後，同佢哋舉行咗彌撒聖祭。教宗喺西班牙語嘅講道中，深刻反思咗天主嘅溫柔。教宗話喺利比亞海岸，23名科普特禮殉道者確信天主冇丟棄佢哋，佢哋呼求住耶穌嘅名字被斬首。佢哋知道雖然佢哋被斬頭，但天主冇丟棄佢哋。教宗方濟各從幾個月前發生喺利比亞嘅殘酷悲劇出發，稱呢一啲遇難嘅科普特信徒係殉道者，係完全信賴天主嘅榜樣。教宗引用歐瑟亞先知嘅話咁講：
上主從罪惡嘅束縛、自我毀滅同我哋每個人心中嘅奴役性中拯救我哋。上主拯救我哋，愛原本嘅我哋，走近我哋，擁抱我哋，教導我哋走路。好多次，我哋害怕天主嘅溫柔。由於我哋害怕天主嘅溫柔，所以我哋唔願意親自體驗溫柔。為此，我哋多次成為心硬、嚴酷同處罰者，成為缺乏溫柔嘅牧者。牧人有責任放低羊圈裏邊99隻羊，前去尋找嗰一隻迷失嘅羊。為此，教宗要求司鐸們喺照顧堂區信友嘅時候，要有相同嘅態度。教宗質問在場嘅司鐸咁話：莫非我哋已經習慣咗一個羊圈裏邊僅有嘅一隻羊嘅教會，而將剩餘嘅99隻羊丟低喺山上唔理？教宗最後話：唔好忘記天主嘅溫柔，嗰個係天主嘅恩寵。基督嘅心時刻準備接納孤獨、困惑同迷失嘅人。6月13日上午，教宗方濟各喺聖伯多祿廣場接見咗8萬多名意大利天主教童軍協會嘅成員。教宗話：父母親應該把佢哋嘅仔女委託俾童軍協會，因為童軍嘅教育方式建立喺人嘅價值基礎上，教導自由同埋責任。唔好讓好多家庭同埋教會喺呢一個信任落空。希望你哋永遠感到自己係教會嘅一部分。教宗仲講到，童軍協會應該重視精神同埋信仰教育領域，佢哋應該始終同堂區接觸，參與教會嘅牧靈工作，唔好滿足於成為主日或者重要節日嘅機會上嘅裝飾品。最後，教宗話：我深信意大利天主教童軍協會能帶俾教會新嘅福傳熱情，以及同埋社會對話嘅能力。我叮囑你哋要有對話能力。你哋要做橋梁，喺呢個習慣於築牆嘅社會中做橋梁。你哋要藉住對話建設橋梁。6月11日上午，教宗方濟各接見咗前嚟梵蒂岡述職嘅拉脫維亞同愛沙尼亞嘅主教們。教宗喺書面講話中堅定咁表示，家庭係學習喺差異中共處嘅地方，應該當加以促進。拉脫維亞同愛沙尼亞主教們所處嘅社會曾長期受到反人性尊嚴同自由嘅意識形態嘅壓迫，如今就面對其他危險隱患，如世俗思想同相對主義。教宗解釋，家庭係天主為咗按照佢嘅肖像所受造嘅男女嘅滿全而賜下嘅恩典，係社會嘅基本細胞。然而，婚姻今日往往被視作感情上嘅一種滿足，能夠以任何方式組成，可以任憑個人嘅感覺嚟加以修改。呢一種貶低婚姻嘅觀念，亦都影響到基督信徒嘅思維，為離婚或實際上分居嘅訴求提供方便。為此，教宗邀請牧者們幫助年輕情侶做好婚前準備，並扶持困境中嘅家庭，避免子女成為首要受害者，避免夫妻覺得被排除喺天主嘅慈悲之外。拉脫維亞同愛沙尼亞嘅經濟危機造成向外移民嘅現象，好多家庭變成咗單親家庭。教宗要求牧者們特別對呢一啲家庭予以牧靈嘅關懷。佢話：父親或母親喺子女嘅成長中缺席，令到單獨照顧子女嘅父母喺各方面都更加操勞。教宗提醒主教們履行使命嘅時候，並非孤立無援，而係有司鐸從旁協助。司鐸們必須喺神學知識同人性成熟方面接受培育。再者，到奉獻生活者嘅臨在亦都十分寶貴。佢哋唔單單係因為所提供嘅服務而備受重視，更加因為佢哋嘅臨在喺天主子民中間散發出基督嘅馨香。此外，平信徒嘅參與亦都唔可以缺少。教宗指出，平信徒蒙召喺教會同社會內嘅承擔責任，深入認識教會社會訓導。平信徒係我哋牧者嘅宣講同各種社會環境之間嘅活媒介。願平信徒們能夠感受到教會嘅關懷。6月11日上午，聯合國糧農組織第39屆常會與會者
喺本屆會議主席羅伯蒂同埋糧農組織幹事達席爾雅嘅帶領之下，前往梵蒂岡克萊孟大廳拜訪教宗方濟各。教宗勉勵佢哋繼續對抗饑餓，唔好別有用心。教宗話：與其面對數據悲嘆，不如改變我哋同自然資源嘅關係，改變對土地嘅使用，改變我哋嘅消費觀，減少浪費。如此，我哋就能消除饑餓。教宗喺講話中譴責嗰啲委派他人而自己不行動、不解決問題嘅趨勢。事實上，獲得食物係人人享有嘅權利，應該得到保障。教宗特別講到全世界1/3嘅糧食被浪費嘅問題，指出唯有改變我哋嘅生活方式，先至可以更好咁分配資源。生活節制並非反對發展，而係發展嘅條件。此外，我哋要把大地嘅出產視為神聖㗎，因為佢係人類勞動嘅果實，而唔係金融投機嘅目標。水嘅資源同埋跨國企業對可耕土地嘅壟斷，亦都係教宗方濟各關注嘅議題。為此，教宗勉勵聯合國糧農組織保護家庭企業嘅工作，勉勵各國規範土地嘅使用同埋產權，以消除不平等嘅現象。七國集團峰會喺6月7日至8日喺德國巴伐利亞埃爾茅宮舉行。德國天主教會同福音派教會要求與會嘅政治領袖喺磋商同作決策嘅時候，優先考慮對窮人嘅影響。呢一個係七國集團喺促進全球正義上作出貢獻嘅唯一方法。德國天主教主教團主席馬克斯樞機同德國福音派教會委員會主席貝德福德斯特羅姆主教喺6月4日發表一份聯合聲明，邀請所有信徒為七國集團峰會嘅圓滿成功祈禱。對於呢兩位教會嘅領導人嚟講，關懷弱小者係實現全球正義嘅唯一前景。佢哋寫道：全世界90%嘅財富仍然喺10%嘅最富裕嘅國家手上，喺大部分國家中生活嘅機會越嚟越不平等。德國天主教會同福音派教會期許七國集團支持世界貿易越加公平，以及共同創造價值觀。喺呢份聲明中，天主教會同福音派教會亦都要求七國集團為聯合國今年9月將會喺紐約通過嘅可持續發展目標，同今年12月將會喺巴黎舉行嘅氣候變化峰會作出具體努力，期許政治領袖促進全球公益，準備好確立國家利益，尤其係向貧困國家嘅產品開放市場。此外，呢兩位德國教會領袖仲極力呼籲七國集團達成有約束力嘅聲明，可能喺2020年之前將發展合作資金增加為國家總收入嘅0.7%。教宗方濟各以願你受讚頌為標題嘅新通諭將於6月18日公佈。願你受讚頌係亞西西聖方濟各編唱嘅太陽歌中不斷重複嘅嗰句，用嚟讚美同埋感謝天主創造宇宙萬物嘅化工。教宗以呢一句話作為佢論述生態問題新通諭嘅標題，正係希望我哋效法呢一位聖人，將天主創造宇宙萬物視為自己手足嘅心懷。喺教宗方濟各嘅新通諭即將公佈之際，法國研究中心中世紀史教授雅克達拉魯喺6月11日於意大利波羅涅城首次介紹咗關於亞西西聖方濟各最近嘅新發現。佢話幾個月前，佢喺一個美國藝術商嗰度發現咗關於聖方濟各嘅第2本傳記。記者係切拉諾嘅托馬索。托馬索喺教宗額我略9世嘅授意下，曾為聖方濟各寫傳記，標題係生前嘅事蹟。達拉魯教授表示，隨住時間嘅推進，托馬索加深咗對聖方濟各生平嘅認識。佢嘅第2本傳記所描述嘅內容雖然比較短，但係更加新穎、更深入、更具默觀意義，幾乎更能使人睇到聖人嘅內心世界。達拉魯教授提到關於聖人貧窮嘅描述話，作者以難以置信嘅手筆描述咗貧窮嘅主體。
為使人清楚明了聖方濟各嘅貧窮唔係一種象徵性嘅貧窮，唔係一種精神上嘅體現。佢嘅貧窮係窮人嘅社會現狀。聖方濟各稱所有受造物為同根生嘅兄弟姊妹，因為我哋眾人都有同一個起因，同一個根源。援助東方教會會議從6月15日至17日喺梵蒂岡舉行第88屆年度全體大會。本屆會議於15號嘅上晝喺教宗方濟各嘅接見之下拉開序幕。援助東方教會會議隸屬於教廷東方教會部。有鑑於中東地區近日嘅悲劇，亦都重創咗東方教會嘅信友。本屆會議持續關注敍利亞嘅處境，並將目光延伸到伊拉克。適逢亞美尼亞大災難嘅100週年紀念，本屆會議嘅其中一場討論會以東歐嘅亞美尼亞天主教會為主題。該教會唔單止臨在於亞美尼亞，亦都臨在於格魯尼亞同俄羅斯。6月15日中午，教宗方濟各喺梵蒂岡接見咗與會者。教宗沉痛咁呼籲世界張開眼睛，關注中東受迫害基督徒無法言喻嘅苦楚，並譴責喺伊拉克同敍利亞嘅好多地方，成千上萬人嘅性命，如今居然不如石油同軍火嘅重要。教宗仲強調，表面上宣講和平，實際上卻散播死亡嘅種子，係不能夠容忍嘅行為。教宗喺呢一次接見活動中，首先回憶咁話：去年佢接見援助東方教會會議與會者之後，立刻前往聖地進行牧靈訪問，並邀請以色列同巴勒斯坦領導人前嚟梵蒂岡為和平祈禱。教宗強調，所有人都渴望修和嘅種子能夠結出更多果實。中東多年來戰亂不斷，其他使中東更加動盪不安嘅事件，令我哋感受到人心嘅冰冷，好似永不止息。逃難者嘅腳印佈滿中東，眾多男女嘅鮮血血洗呢一片土地，其中好多人係因為信仰而受迫害嘅基督徒。教宗指出，援助東方教會會議成員日前訪問伊拉克嘅時候，遇見咗好多具體嘅面容，尤其係尼尼微平原嘅流離失所者，同埋嚟自敍利亞嘅小團體。教宗話：你哋俾佢哋帶去上主嘅目光同祝福，但係同時你哋都感受到嗰啲請求援助、懇求和平同重返家園嘅眼神中，耶穌親自注視住你哋，要求嗰啲使我哋成為基督徒嘅愛德。中東好多無辜嘅百姓遭受暴力同不公義嘅對待，援助佢哋並喚醒國際意識嘅舉措已經大幅增加。教宗表示，但係仲需要盡更多嘅努力嚟消除一種嘅默契。為呢一種默契而言，成千上萬嘅人命同家庭嘅利益喺個榜上邊，似乎比石油同軍火嚟得輕。此外，人們喺宣講和平同正義嘅同時，竟然縱容死亡嘅販子喺中東嗰片土地上任意妄為。因此，我鼓勵你哋繼續基督徒嘅愛德服務，並譴責嗰啲踐踏人性尊嚴嘅行為。據信仰通訊社報導，尼日利亞埃基泰教區要求堂區教友們唔好擅自同綁架聖本篤堂司鐸阿金巴德神父嘅匪徒取得聯絡。阿金巴德神父喺較早時6月8日喺堂區遭到綁架。日前，綁匪用神父嘅手機向好多普通教友發短信要求贖金，但係教區同埋阿金巴德神父嘅家人卻沒有得到任何消息，亦都冇人可以同佢聯絡。教區主教菲利克斯亞賈卡耶蒙籍向信仰通訊社表示：我哋正等待綁匪同我哋聯繫，以便告知佢哋放人嘅條件係乜嘢。並進一步解釋話，3名武裝分子闖進咗阿金巴德神父嘅住所，用武器威脅搶走咗一筆現金同埋手提電腦，然後又強迫神父跟佢哋走。神父被綁架時，在場嘅一個人表示，歹徒話如果唔想被綁架，就交出10萬幾嘅歐元。6月11日，亞賈卡耶主教喺教區主教座堂主持彌撒聖祭，為阿金巴德神父早日獲釋放祈求天主，求天主讓綁匪嘅心早日歸依悔改。主教座堂主任司鐸
奧江魯斯神父抨擊國內唔安全嘅局面，但係要求教友們唔好詛咒綁匪，而要為佢哋嘅皈依祈禱。據信仰通訊社報導，東方教會宗主教同西羅東正教會宗主教共同為和平祈禱。6月13日星期六，正喺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出席安提約基亞宗主教會議嘅東方教會安提約基亞宗主教們，應西羅東正教會宗主教伊納休斯阿弗萊姆二世嘅邀請，出席大公運動活動同埋西羅東正教主教會議全體大會閉幕儀式。希臘東正教會宗主教尤康納十世、希臘天主教會宗主教格里高列三世、西羅天主教會宗主教伊納斯尤素福三世等等嘅宗主教喺西羅東正教會聖伯多祿保祿主教座堂出席咗基督徒合一祈禱活動，同時探討咗中東地區基督信徒團體所處嘅危機局勢。全體宗主教共同為敘利亞和平、中東和平祈禱，為地區內被綁架至今嘅主教司鐸祈禱，呼籲上主賜予安提約基亞教會共同喺地區內生活出基督信仰見證。6月13日嘅晚上，全體宗主教同主教們仲參加咗紀念亞述宗族滅絕性屠殺100年活動。當年土耳其青年喺政府嘅教唆之下，大肆屠殺咗安提約基亞嘅亞述禮、西羅禮、加爾丁禮東方教會基督徒，同時為西羅東正教會聖埃弗萊姆隱修院旁嘅紀念碑揭幕。今年4月，敘利亞政府專門喺首都大馬士革將一個公園命名為亞述殉道者紀念園，以示懷緬1915年種族屠殺中慘遭殺害嘅無辜者。中國四川南充教區耶穌聖心修女會喜添新血。2015年6月12日，南充教區耶穌聖心修女會吾雙比約唐利修女喺南充市大北街天主堂發初願，發願禮由陳公傲主教主持，羅兵神父、姚遠強執事相禮，12位神父共祭，教區全體修女、部分修士、修女嘅親屬同埋堂區教友參加咗慶典，並為發願修女送上祝福同埋祈禱。上午9點左右，發願典禮正式開始。典禮喺寧靜、祥和、神聖嘅氣氛當中進行。為咗發表對天主嘅忠誠同決心，即將發願嘅修女喺願文上簽字，同時教區主教、修會會長蒲建華修女喺願文上簽字，表達教區修會對佢嘅接納同埋認可。喺行接納禮嘅時候，場面甚為感人，好多參禮嘅教友都流下感動嘅眼淚。修女感恩天主嘅召叫，表示會恪盡職守，服務教會，為基督作生活嘅見證。彌撒後，修女同埋教區神長教友合照留念，並得到大家嘅祝福。6月11日，中國河北獻縣教區祝聖咗6位新司鐸。目前該教區已經有達139位司鐸。6位新神父中，劉松新神父、張迪神父、周岩神父同張倫神父屬於本教區。一位係加入新疆教區嘅嚟自獻縣江莊嘅江瑞祥神父，一位係吉林嘅徐峰神父。教區神父同外教區神父同學共153位參禮，幾十位修女同學，約有1700多位教友參加咗祝聖慶典。獻縣張莊樂隊、任丘南小貞樂隊前嚟助慶。彌撒中主唱嘅有任丘天容合唱團。Billy 啊，每年一度嘅加拿大多倫多天主教華人堂區大朝聖即將舉行咯喎。係啊，Ronnie，嗱，今年嘅大朝聖咧，將已經定於喺7月11日星期六喺安省米蘭市加拿大殉道聖人聖地舉行。今年好榮幸得到多倫多總教區 John A. Bosno 輔理主教蒞臨參與及主持彌撒聖祭。當日活動包括喺佘山聖母像前恭念玫瑰經、感恩聖祭、靈修講座、明供聖體同埋聖體降福。查詢及參加詳情請聯絡多倫多華人堂區。教會透視報導完畢，再會。